对戏瘦身，跟刚刚的广告完全是两个人。好的，康仁，我们从左边到右边自己扫射一下我们的摄影镜头，来。在拍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就回台北，因为有活动嘛，然后加上有其他的杂事，对，那就是会维持这样的状态，应该会到11月中吧。那尽量维持，尽量。我没有这样试过，没有这样试过，因为有时候以前的瘦可能是为了，比如说不到1个月的拍摄期间，电影，那你可以这样瘦。那这一次是因为是影集，那影集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，那我也第一次尝试把自己瘦，然后要维持大概3个月。会再持续的瘦下去？不会，我现在很好，大概64公斤差不多。因为定妆之后开拍，导演觉得 OK。晒得很黑很黑的。对。歪帽。胡子也没有刮，也不能刮，对，看起来有点像流民。其实我刚回台北的时候啊，我们家是进出是从地下室嘛，那我就这样子穿着短裤，然后一个吊嘎，大包小包的，然后走地下室要上电梯，然后我们那栋楼的阿姨，她完全不认得我，然后我觉得她有一点害怕，真的，我跟她同按了那个，因为她走前面，等于是说她会先用那个 BB 的卡片开了地下室的铁门之后，我才会跟着去。我觉得那瞬间他有一点害怕，然后坐电梯的时候他也有一点害怕，对，那后来我跟他说是我啦，他才说，哎呦，那差这啊，那你哪会变到安尼啊，够会拍戏哦，对，我才跟他解释说是新戏啦，对，所以去哪里晒？我有阳台，有自然的，也有去助晒的。可是我后来因为前面去助晒，发现晒的实在太完美了。会发亮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自然的晒。对。你有晒伤过吗？我现在里面是蛇的状态。为什么？就是在脱皮。对，因为太急了，15天内要从15天前的白，我后来发现就是每次都在跟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工作上的难题。哪里脱皮啊？很多腹部脱皮。腹部啊。他防晒做这些都在脱皮。你是在家里脱光哦？没有，在外面脱。在外面阳台。腹部都是脱皮的状态。那你应该有信心会得奖。我没有信心。而且这一次很劲爆，这一次我说的劲爆，并不是得不得奖的问题，而是我会参加金钟，然后对，这还不能说。